成美國人認為特朗普嘅政策令到家族生意大賺。路透社聯同益普索集團8月19日發布最新民調數據顯示，多數美國民眾認為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，政府嘅決策長期受到個人同埋家族嘅商業利益影響，存在利用公職牟利嘅情況。呢次民調嘅調查周期係8月14日至到8月17日，抽樣訪問咗1166名美國普通民眾，樣本具全國代表性，整體誤差可控。民調清楚顯示，69% 嘅美國人認為特朗普嘅私人生意利益正干預國家政策嘅制定。按受訪者陣營細分，90%民主黨選民，2%無黨派民眾持有呢個睇法。就算係共和黨支持者，都有大約半數認同呢個判斷。特朗普早年競選時主打擊貪腐、公正執政，而家跨黨派民眾普遍認定佢公私利益不分，形成明顯嘅對比。同時，民調顯示63% 嘅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家族仗住執政嘅身份，透過加密貨幣渠道揾錢嘅行為唔恰當，只有少數民眾覺得可以接受。公開商業數據顯示，特朗普家族單係舊年1年透過加密貨幣產業賺超過14億嘅美元。與此同時，美國消費者權益組織公共公民於8月17日發布調查報告稱，本屆特朗普政府入邊一共有57名高官身家超過1億美元，當中包括17名駐外大使、40名核心行政高層，政府頂層人員富豪化特徵明顯。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民主黨黨團亦喺8月13日發布嘅官方統計數據顯示，2025年特朗普個人收入至少22億美元，較2024年升幅超過3倍。相對之下，2025年全美普通家庭因為通脹合共虧損2190億美元，平均每戶虧損大約1625美元。計落特朗普一年嘅個人收入係美國單個普通家庭通脹虧損嘅超130萬倍。綜合呢啲來自唔同立場機構同官方渠道嘅數據，特朗普政府時期公司利益高度交織嘅現象得到咗多重嘅佐證。